OK，甲面前讲迄屁银米诶，吼，也都食银米，吼，食银米，食银米就会报得个都后背，吼，然后么呢都后背，穷用，唔过呢，长差都耐呢，就会报得个都后背呢，佢个绳呢会较短，会较短，较惯用诶，一下就要结束，一下就要绳诶竖起来，比如讲。我来讲第一个安尼做理的保运位，保运位都后背唔过中央嘅水呢要留伊建起来，要建起来，唔过绳呢比毛的较短，比如讲安尼看第一个日加不，然后日。有感觉较短较惊都竖起来比如讲这有冇最行迄有建立个，不过呢绳呢较短，比甲面前看汤豆的都较短较惊也是食银米也部分大家就要注意考试呢也食银呢听说会有题目因为有的人呢佢食银佢可能背唔出来下摆呢加不加起来up，比如讲加。甲，嘅下背嘅嘛，答，答音嘅答，大家都會聽到，佢嘅聲又較短，較縮嘅啦，下來 A 加 B F， 比如讲，也是 set， 也东西设起来 set， 也是 set， 下摆 E F E 啦 B 读做埋 if 比如讲 give 嘅 give， 下擺呢 keep， 下來 E R B yep， 比如講夾，什麼好？下擺有嘅 E 加 A 加 F， 好起來 咁樣看到大家眼前呢就會寫出來一個詩有呀引，有呀個詩有個引會叫做結將水結出來安尼送也係要做韻味的第一組第二組呢都韻味也俾加留嘅呢都韻味咁樣唔記得水呢了大塊唔免澀起來送咁樣會較短較縮嘅比如講日加的叫做日，比如講吃吃東西嘅吃，也兩個呢留甲面前講嘅7、8、9、10嘅10吧，大家兩個做在哪裏比較看7、8、9、10嘅10
再呢，夹起来，食嘅波，呀食东西嘅食，最打开食东西嘅食，嘅模样用。呀两个呢，大家去比较一下三类啊甲的啊甲的啊，比如讲踢拉懂拉啦，某个东西懂拉应该听得出来下杯呢A 的 A 比如讲的下杯呢食下来O 的连带就什么比如讲水hot 再當 hot 嘅 hot 下來 e 的 eat 比如講呀啲有個是啲目的嘅啲呢條嘅呢下來烏的wood 比如講骨頭嘅骨好下來E A 的連起來煙比如講結血下邊 E O 的 yacht 連起來 yacht 比如講 yacht 嘅就是yacht 下邊 E U 的連起來月比如講呀微缺的缺下邊呢 U A 的 what 唔像呀就是刮東西嘅刮下邊 U A 的連起來 wet 像骨應該聽得出來三類嘅第三組歌做韻味歌做韻味也咧再拔開來解嘅歌就係會好起來大家咧像百100、200嘅百麥酒嘅麥下邊 O 個連起來比如講角落下來嘅落山嘅落下邊 U 個窩比如講谷
look 也两字尾同样无交叉啦无嘅分唔出来下尾看到 e a g 连起来呀比如讲呀头的石通的石e o g 连起来小鸟有冇小睇咧小鸟好来 e u g 曲法嘅曲肉猪肉牛嘅肉也就肉好下尾 u a g 蛙也咩有银无丝像刮也个银水刮吞落去也刮下OK 韵母的味素呢就会安尼总共就安尼有按度大家做的一个练习除了按度韵母以外呢，也还有三个声音节的辅音。也刚面前讲的辅音嘛，大体都会到个三母的味素不过呢，也有三个较特别，佢做的七个做一个音节也三个呢通做嘛个呢分别就会也么呢照嚟讲啦，可以留嘅三母嘅么呢有嘅分别啦都係用國字音標也三個符號下尾加一個加一個一個車的線都下尾不過呢台灣客家話音標比較簡單就冇那麼想就可能是比如講第一個有的麼嘅呢有一個是就在就通唔愛記得做唔得嘅呢個就也試驗法會用到也挨到記得也係第二章第三章呢就係 NG 一個符號記得啦像嘅韓國由來咧也兩個三模同樣啦一般兩種講法都有啦韓國三四嘅也三個較特別咧鴉片咧主要係俾大家自己練習一下，做咧自己看到發音出來寫看啦